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罗清田讲，若准是蔡英文来连任，蔡政府就会规划农民渔民的退休金制度，让渔民也拢真赞成。台北市联合病院洪亚讲，加保健保费5500万，不过联合病院也出面叫冤枉，讲看诊费拢是接受。平溪的天顶派出所搬去老家啊，目标就是要维持治安较方便。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在今仔日登到伊的故乡新北市万里复选，也甲民众讲，蔡英文若是来连任，就会推动农民的退休金制度，互农渔民会当亲像军工教导工共款，逐个月拢领退休金。另外，总统大选的辩论也未定案，韩国瑜阵营搁在批评讲是要互特定的媒体举办。总统蔡英文的竞选办公室也回应讲，团队早就伫咧准备辩论啊，也希望媒体之间赶紧协调，也爱限定的政治操作拄啊好就好。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1登记出来的心情，去故乡万里复选受到大家欢迎。赖清德表示，看到乡亲特别亲切，强调当地农渔民比例悬，提出蔡政府规划农渔民月领退休金的大力度。未来蔡英文总统，伊阁有进一步的这个政见，像军工教、像劳工安尼，以后农民少年开始做农。退休了后，会当按月啊领退休金。赖清德强调，做行政院人来推动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等政策，连任也会更较照顾农渔民。对进前讲到票投民进党唔通投小党的代志别亲的讲法，被批评时态度傲慢，也做出澄清。没有批评或者是攻击其他小党的意思，没有。另外，民进党也将中常会刷到分林，针对11月爆发土豆之乱，主席杜靖台认为是中价伫分林长期设立无效体，地方利益结果的关系。分林是农业大官，也守住这个民主红线。云林这个选区，我刚刚在常会当中也讲，2016年开始，他为我们筑起了一道民主的防线。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续维护这道防线。而苏治芬委员跟刘建国委员就是我们这道防线的守护者。另外，总统蔡英文竞选办公室推出第2期竞选歌曲，有乐团麦开去演唱，加政治动会向定蔡英文的执政方向。对手韩国瑜电影指控辩论指定特定媒体，竞办也回应，总统甲团队已经在准备中，期待媒体间赶紧启动协调整合，顺利进行。也请限电影政治操作，唔通想过头。记者综合报道。目前请假伫咧拼大选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下晡也登到高雄，宣布12月21要举办挺韩国瑜的游行。不过，韩电影是甲活动设计做是庆祝韩国瑜做市长1周年。不过，真拄好，迄日拄啊就是罢免韩国瑜的游行。另外，总统大选的辩论，韩电影也派代表罗志强去到三立电视台交辩论的授权书，授权4间电视台来协商辩论，也呼吁蔡电影爱赶紧交。也看榜定调21个挺韩游行，是为了庆祝韩国瑜就任市长满1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也现身，呼吁海内外支持者到阵参加。不过，伊爱共治举办的罢韩游行，唔通动员外县市民众，因为罢免高雄市长是高雄人的代志。千万不要用游览车带外县市的人来高雄，户籍不在高雄，因为政治动员。把这些人用游览车拉来高雄，是严重侮辱高雄市民的智慧。罢韩团体捌呼吁爱韩国瑜卖闹事，不过伊认为挺韩游行加上路线不同，闹事论调无成立。另外，台北市长郭伯体可能参选至控制事的总统韩国瑜表示尊重。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10月伫台南甲前总统马英九合体替立委候选人徛台，对主席代表谢中廷面切上，讲张善政造谣，强调外交部无命令伊登来台湾避选。张善政回应，焦点应该转回总统蔡英文。不要再理他了，我们聚焦到蔡英文跟网军的关系，就这句话。蔡英文跟网军到底什么关系？大家来注意。重点是蔡英文，重点不是谢长廷。
杨惠如网军案件继续烧，韩国瑜也公开发挥，爱大家找找杨惠如，请伊转做5点证人讲出内幕。佢爱串门讲清楚，杨惠如是毋是就是蔡政府所持的网军？那连两党继续交会，就连辩论基点也一直无定案。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蔡英文你只愿意交给3立辩论同意书？难道你跟卡神一样吗？今天一定要挑三拣四，占尽便宜，你连主场你都一定要你说了算。韩国瑜电影协商代表罗志强去3立电视台送交辩论授权书，授权公司3立中天、TVBS 等4间电视台协商举行辩论，呼吁蔡电影赶紧交授权书，和4间电视台唔通偏心3立，让辩论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主席，也就是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头摆对外讲，若无意外会参选2024年的总统。不过，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听到这个消息，也讲，现此时上界重要的就是把2020年代志处理好势，也搁再向郭文哲发声支持宋楚瑜做总统。也若要看4年后，不如就把今摆基础做好。市长所以问你，所以你后一任一定会选对不对？那没有意外的话会选的。进前原本有意参选总统大位的台北市长郭文哲，在以后接受媒体专访，伊讲若是无意外，2024年会参选总统，也强调应该准备的拢有在做，身体状况若是有较好，就会乖乖来做准备。我们还是会朝要选举，还是有做准备。那你要身体够好啊，所以我们还是乖乖准备的，然后很认真的准备啊，剩下给天决定。不过，对着郭文哲头一摆讲要参选2024年大选，宋楚瑜却是认为，先把2020年代志处理好，无必要谈论别人未来的计划。让我们先把2020年的事情做好。台湾能不能够度过2020年的这一个严重的挑战，才是当下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而宋楚瑜在以后参加出席观光产业发展的座谈，提出家己发展观光业的愿景，除了改善难事观光条件、阿里山小火车管理这问题以外，也认为两岸关系牵动观光业的发展。对岸对于民进党政府，你有意见，你要给他好看，但是你却把对两岸交流最有贡献、最希望两岸交流的观光产业，拿他们来出气，这是不公平的。宋楚瑜讲，希望大家予有经验的伊来服务，强调若是伊当选会亲身操盘，对改善两岸关系来入手。伊也讲到，到时阵大家就有一个上好的观光局长，就是伊宋楚瑜。记者综合报道。韩国瑜的母囝李家芬因为家族的刷石案件，在今日透早，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个逼代志出来了。伊提登当时监察院去查的相片，甲国有财产局的公文，强调2002年证明因有非法占用国有土地的事实，并要求爱纳200多万的补偿金，一直拖到2006年才去纳，干纳纳47000块尔。不过韩联院也提出公文来讲，强调一切拢是合法的。在国有的土地上堆置了砂石，这边有积蓄。甲2002年国有财产局现场勘查相片摕出来，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搁表消息讲，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丈人李日贵，伊所经营的大通刷石公司非法占用国家用地，迄当阵囤的刷石啊甲机械，即马全部拢公开。我们的行政部门是如何在纵容、如何在包庇这种有权有势的地方派系的家族？这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就是我家的概念。黄国昌提出国产局的公文，而且指出大通占用3条土地，2000年6月份已经登录做国有土地。虽然2002年4月份经济部同意大通刷石，甲农牧用地变更做工业用地，啊，毋过同一档，西里镇民千万反对用地变更，国产局办理现场勘查，落尾确定非法占用的事实，要求大通甲国有地还回去，而且来纳补偿金2827136块，却一直无结果，一直到2006年，李日贵申请要去简单的农场，才来纳这条钱，啊，毋过金额却是差真济，敢若纳47000多块，这期有人压迫，政府相关部门才会办理刑事。是透过什么神奇的行政认定手段？2002年7月算到2006年的4月，结果我们的国有财产局叫他缴的土地补偿金，竟然只有47042元，这个到底是怎么认定的？
啊，毋过韩国瑜伫亚会议时阵嘛提出国有财产局的公文，批评黄国昌黑白标消息，而且背回迄当阵已经提出申请，强调讲一切合法。大董事长所占有的魅基只有一点点，所以后来呢，确定了做重新的认定。请各位看哈，公文在这里哈，其他认定有问题的呢，基本上是解除列管。啊，毋过黄国昌强调讲，迄当阵的监察委员调查报告到今也是无公开，而且即期有人来暗砍，要求监察院赶紧公开迄当阵的调查报告。嘛强调讲，所有指控拢有资料会堪去考验，嘛会当甲韩国瑜当面对质。记者综合报道。在日前，国民党的立委针对着杨惠如网军案，去到外交部抗议。立委陈其民甲一位姓陈的查某警察背包啊，佮出手介杀。这个案件也依照妨害公务送到台北地检署，检方透早也传一个姓陈的查某警察来问话，落尾伊也用录音的方式发表声明。现在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已不便发言。本人的生活已大受影响，而我本来就只是一个认真执勤的基层警察，我不习惯成为媒体聚焦，恳请社会大众为我保留隐私，勿再造成二次伤害。希望保留温书姓陈的查某警察，检方问话了后，有朋友甲伊护送，速速离开地检署。根据了解，检方传这位警察去作证的时阵，是当场报送拿赢立委到外交部抗议现场所证的画面。不过，也要来处理掉这位查某警察甲立委陈其民讲话内容。这款代志发生了后，立委陈其民也捌表示讲，是伊无甲情绪控制条，才有这款动作。为了要查明案情，检方也会传陈其民到法庭来说明。不好意思了。咱拢知影讲医疗资源爱分级，健保署对去年开始要求区级以上的病院门诊必须爱减量2%，若无超过部分，健保就无要甲因负担。想袂到健保署上新的调查发现讲，在今年的第一季，有6间的病院做假销，无老实申报，金额就有1亿1600万，其中台北联合病院就占5500万。不过台北市联合病院在下晡也出来背会，讲是要服务民众，医生的看诊费用拢是家己吸收。做假账，这个对我们来讲太沉重了。为着要背回无做介绍，台北市立联合病院院长黄胜健拜三下晡亲身出来背回，伊表示针对看诊真侪科的民众，敢若收一届的诊测费260块，其他的诊测费拢家己吸收，想要到去健保署认定，门诊减量做介绍，申报的部分无老实。我们跟健保署的沟通没有做得很好，这个我们要去努力。让我最难过的是，其实对医院的同仁打击是非常大的。为着要推扫分级医疗，健保署从去年7月份开始，要求区级以上的病院门诊量减2%，若是无达到标准，超过部分就无予因给付。结果健保署稽查核定的时阵发现，联合病院今年第一季检测费是零的无证上件，要到32000多件，比去年同期成长64倍。而且这挂案件所做的检验、检查，还有部分负担等等的项目，也是有向健保署来申报。看起来是超故意要回避门诊减量的政策，所以核定扣掉要甲5500万拖倒转来。正常会为0的案件，我们都排掉以后，它还是有成长，所以这里面可能隐含有一些是可能有给药或等等，可是他没有报诊查费。如果不是齐头式的要求减2%的门诊量，我们也听到很多医界会在反映说，有些医院它达标，其实它就是留的，可能还是他们觉得好处理的轻症的病人。健保署强调讲，未来继续把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提供给各病院的院长来参考，来加强自我管理。而且除了台北市联合病院以外，还有5间病院嘛有同款的状况。这6间病院第一季总共去健保核扣1亿1600万，不过健保署无愿意公开是倒一寡病院。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在日前捌发生讲老大人买保险拢防拐，金管会也宣布讲，除了投资型的保险爱专停录音或者是录影以外，未来只要有卖内面有解约金、生存金的保险订单，和70岁以上的时段也爱专停录音录影。另外，也规定业者袂当承人客用贷款或者是用保险单去借钱的方式来纳保险费。新的这个规定，按算在明年正月会来施行。为着避免争议，今年开始实施70岁以上老大人买投资型保单爱录音也是录影以后，金管会阁宣布，录音甲录影的范围会扩大到所有解约金的保险商品，嘛就是业务员未来只要要卖有解约金的保单，予70岁以上的客户，经过客户同意了后，卖的过程爱录音也是录影，若是客户无配合，就无法度核保。
接受人家来跟他解说这些商品的时候，未必能够很充分的理解。有一些争议就是因为他前面没有理解，所以后面解约啦，或者是给付内容可能不符合他预期，都会容易产生消费争议。金管会指导个修改法规是参考外国的做法，要让老大人面对金融商品的时阵有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根据寿险公司统计，今年规定就落了后，顶半年70岁以上要投资型保单剩1万人，金额173亿，甲去年比起来，去年是全年3.3万人，540亿。预估今年70岁以上的投资型保单新契约件数，甲第一年的保费收入拢会大大减少。国人买那种相对比较储蓄的，一直都很有兴趣嘛。对啊，只是说投资环境变了之后，我当初买的用意跟后来的结果可能有落差的时候，大概争议那时候就会出来。金管会表示，寿险公司留存录音录影档案的时间，要伫了解保单有效期间结束了后5年，嘛规定业者袂当扣款也是诱导保护，用贷款也是保单借款的方式来纳保费。目前修订办法都已经公告，预计明年1月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行政院确定将高铁要通到屏东的6地处。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仔日又到屏东宣布讲，未来10年台湾的西部高铁加上东部的快铁，全套会变做是6点钟的新外款，而且屏东就是真重要的搬车点。在屏东的6地处，除了有高铁和台铁以外，不排除会有做捷运，也会规划做高雄屏东地区的副都心。平均每一天来遮坐车的人数无到150人，目前也是无人招呼的代替屏东6地处车头。行政院进前宣布高铁要通到遮来，交通部在阁宣布6地处会变做西部高铁甲东部快铁的专车地点，到时阵全台湾会变做6点钟的新外款。6点钟啊，回到原点，你要顺时钟，要逆时钟都可以。你不要只从台北看天下，你可以从高屏地区啊。交通部规划，拄台北坐高铁到左营90分钟，左营高铁到屏东则搁转快铁90分钟到台东，则搁坐70分钟到花莲，等来台北嘛是90分钟，总共交通的时间无到6点钟。屏东6地处除了有高铁甲台铁以外，嘛有考虑搁加上高雄捷运，互6地处变做高雄屏东的副都心。阮这是较安静嘛，即个真正市场讲定案落哦，一定会较发达。对我们那个六块区这边也比较热闹，交通什么都方便。外溢效益它如何来让它加大那比方说，也许6块厝附近是不是可用的土地它可以去做一些更整体的规划。屏东的居民期待讲交通会当带来欢迎的开发，毋过学者嘛提起，启动交通规划时阵，政府就要做伙来规划车头4颗位的整体发展，才袂到时阵造成地方人口向都市来流失。若是针对高雄捷运，敢是嘛有要通到屏东市，或者是认为有高铁甲代替了后，必要性是较低，需要搁评估看卖。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新名字火车票，就是拍火车票爱徛名，佮有新的规定咯。代替宣布讲，对这个月17开始，新名字火车票目前是逐日开放6个车帮，开放日的前3天提醒予身份证有甲米字头的，或者是你户口设伫咧花莲台东的人，甚至寡人的翁婿、家的牵手以及着直系家属，都会当使用订票机制。为着要花灯的民众更较简单买到东部干线火车票，代替宣布，拄17开始，新名字火车票会维持常态性的逐天开放6班，拄开放订票日的前3天，优先予花灯的民众来订票。你身份证有 U 有 V 的那个一等亲就是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小孩、配偶，那还有涉及在花莲或台东这个你涉及在这个地区的也可以。听到讲新名字火车票要维持常态性，花莲民众大部分拢真欢喜。毋过嘛有老大人因为袂晓使用电脑，希望代替会当设计一套柜台出票的制度。我是临时启动的，我想要跑我就跑，我买了车票就动。我是买吗？我很少买到空的。对于老人家，他们还是可以来到窗口可以买票，只要他们的身份证是优的话，那我想那个铁路局可不可以让那个65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这种优惠？
代替表示，花莲的新名节火车是开放207、238的车次，还有拜六的206、3班列车。台东的部分是408、431车次，还有拜六、礼拜日、拜一的405车次的3班列车。开放订票日开始的前3天，提供予符合新名节的旅客优先来订票。若是无订了的话，则全面开放予一般的旅客来订。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伫咧高比湿地附近的台中港风力发电站，其中的11号风机车辆发生叶仔断气意外。台电调查了后，认定讲是正向转放系统发生问题。台电讲是意外，不过无风无摇就断气，民众也感觉真恐怖。工人伫咧11号风机边的空地啊，准备甲断气叶仔吊起来。伫咧台中港区宽港北路顶头，台电第11号风机车辆发生叶仔断气意外。台电表示，目前伫高比湿地附近的风机有14台，叶仔断气迄天，当地瞬间风速是达到每秒30公尺。不过，风机会当挡风的风速是每秒44.2公尺，认定该组风机正风转向系统造成异常。可能是因为迎风转向系统异常，造成转子超速，叶片因此而断裂。这是属于设备异常的个案，并不是一个通案。后续会加强整个巡检，也会修改我们的运转的 SOP， 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台电表示，这批风机伫民国97年起的，也在使用年限内，强调11号机叶仔断气是个案。不过民众也烦恼讲，若无风太就来断气，恐惊品质有问题，而且过路人会真危险。公司还要加强伊的安全措施啊，一定要做好，你知道？伊的病毒问题还有的话哈，我们要一定要避开人群，避开人行道，避开住家，要当然哈。台电针对这个区域其他13支共型的风机全部停机检修，经过检查了后，拢是真正常，也在车站开始发电。强调讲，这是头一批的旧机型。目前新的离化风机面对风甲地动拢未达到 Class 1T 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政府在5天前，伫咧青东火车头做一间天顶派出所，应该是庆呱呱，不过平溪派出所煞在昨搬走啊。有地方团体就认为讲，当初时的决定是错误的，而且这建筑甲装潢拢是浪费费用。不过水防分局也表示讲，派出所搬去老家是为着要较方便医治治安。新北市管理局也讲，具体空间会继续提供观光旅游服务，也会加强在地沟通。红色天顶飞上天顶，来到青龙起家放天顶，坐楼梯食物件是真侪旅客热门的行程。它这个车站我觉得造景特别美，比较喜欢猫村，然后老街美食其实都还蛮好吃的。离车站外口有一个9公尺高的大型天顶的派出所。玻璃帷幕内底由20万粒 LED 的灯火组造成，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在2014年落成启用。每一摆到暗头啊，灯光表演是真水，不过落成才5年，平溪派出所就在进前搬出来。有平溪地方团体批评新北市政府的天顶派出所设计，当时无甲地方讲好，玻璃设计无符合平溪文化，这气候也真湿，所以灯光的维修费用也真贵。我们今天不是 care 他离开不离开的问题，是 care 这一个建筑物在这里合不合适的问题。这不是当初决策错误，然后现在才需要来活化吗？如果在短时间之内，如果没有人有办法让它起死回生，这是不是又是一个蚊子馆？它是一个坐标啊，我觉得蛮不错的啊，蛮漂亮的啊。警察的话，他们就因为这个地方太小，所以他们才搬走。不过，也点头认为派出所搬出来影响无大，而且环保天顶这个吸引力也是真强。而水防分局是讲，派出所徙转来原来所在，靠法度维护当地治安。近年来都集中在老街活动，而且呢，平溪区的金融机构行政机关都设置在老街的周边，所以呢，里长就建议平溪分驻所是不是能够搬回原址以维护当地的治安。那电子天灯和旅游服务的功能呢，一定会持续。派出所移出后的空间，我们一定会和地方来沟通。新北市管理局是讲，会甲地方连接共生，就算派出所搬出来原本的所在，依然会继续观光旅游服务，加强在地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纽西兰北岛的火山发生爆发到今已经超过3公路，目前有6个人死亡，8个人失踪，30人严重的受烫伤。火山甚至有50%的几率会再来爆发。当地官方也表示讲，抢救活动恐惊爱先来暂停。北岛伫火山爆发后，10日岛上油源传出高温的火呼，加蒸汽增加救援困难。也因为爆发了后这段时间，真侪摆空中勘查无发现生命现象，警方会等待专家建议，认清情势安全才会停岛救援。另外，地动专家提早表示，北岛伫未来24小时油源有50%的几率搁再度爆发。We've got to be certain of the environmental situation out there on the island, what's that's happening, and then we can make some decisions once we've got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Safety for our staff is a huge priority for us. 事实上，进前空中救援也是冒险执行，有使者直升机出动。一位驾驶表示，进入北岛顶悬，好亲像看到当年切诺比核灾现场同款。We could see a lot of people in really distressed states, lying and some sitting, and with horrific-looking injuries. 这架载包含机组员在内，差不多5200名游客加入比海皇家游轮海洋礼赞号11为北岛附近头人者刚出发，展开一段旅程。在地居民去港口送游轮离开，火山爆发时，船顶14名澳洲游客去岛上游览。互人感伤的是，有寡人永远拢袂当回去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一寡大官甲名人拢伫咧西班牙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峰会，因表示美国支持爱用实际行动去对抗气候变迁。另外，欧盟的执委会也答应讲，会在100天内，针对着2050年爱达到咱制作出来的碳是会当互自然环境吸收掉的，或者是碳中和的目标，甲各国达成协议。It's time to act. That is the heading for this COP. In October, we adopted the Climate Action Programme 2030. This program will ensure we reach our climate targets by 2030 to reduce our emissions by 55% compared to 1990. 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5 正在西班牙举行，来自将近200国家的官员轮流发表讲话。27日新上任的第一位欧盟执委会女主席范德莱恩，要伫当地时间10日提出欧洲绿色新政协议，将伫上任100天内甲欧盟成员国达成协议，减少碳排放量目标，使欧洲2050年加做第一个气候中立大陆。另外宣布要投入明年美国总统选战的纽约前市长彭博，甲美国演员哈里逊福特拢出席峰会，佮共同提交一份报告，表示就算政府无愿意资助美国各城市企业组成的团体承诺，会伫2030年实现碳排放量降低49%的目标。The reason that I am here in Madrid is really very simple. I am here because no one from the White House is here. 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也参加这场峰会，伊特别讲到瑞典少女桑伯格。We have powerful new advocates like Greta Thunberg, who is an absolutely fantastic leader. 顶礼拜，亚马逊雨林2名原住民因为甲非法错手的工人去冤家遭枪杀。桑伯格推文表示，这2人是为了保护雨林死亡。巴西总统波索洛纳回应，桑伯格只是一个毋捌代志的囡仔。Aquela menina lá que... Não, lá de fora lá. A Greta já falou que os índios, né, morreram porque está defendendo a Amazônia. Pô. É impressionante a imprensa dar espaço para uma pirralha dessa aí. 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7日暗时也发起抗议，表示气候变迁地数天灾真济，要求各国政府帮助流离失所的灾民重建家园。记者综合报道。2019年公布诺贝尔奖，7日伫咧瑞典颁奖，除了和平奖的得主伊索比亚总理伫挪威接受奖项以外，其他所有得奖人拢出席。不过在会场外口，有真侪民众伫咧抗议，因是咧抗议文学奖的得主 Peter Hanke 是挺巴尔干岛屿的。在音乐声，2019年公布的诺贝尔奖得主穿着正式的礼服入场。瑞典10号伫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由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甲诺贝尔奖甲证书拢颁发予除了和平奖以外的所有得主，所有得主拢参加了晚宴发表感言。
It is exactly 110 years since the first woman won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Selma Lagerlöf. I bow low to her across the time and to all the other women. We hope that our discovery will let all of u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cleaner environment, make our planet more sustainable, and help mitigate global warming. 第今年的和平奖是伫挪威奥斯陆颁发，伊索比亚总理阿比伊阿迈德伫暗时嘛带着家后出现伫奥斯陆大饭店的装边啊，向支持者握手。伫瑞典颁奖的同时间，会场外口嘛组织差不多200人，抗议委员会甲文学奖颁予彼得汉德克，因为过去汉德克把火人90年代的塞尔维亚大屠杀，佮出席互判刑的巴尔干督夫米洛塞维奇的丧礼。 Han har, förutom att han uttalat och uttryckt sig, så har han också skrivit på ett sätt där han relativiserar, ifrågasätter folkmord och krigsförbrytelser som skedde under kriget i Bosnien. 为此，土耳其已经宣布对颁奖典礼进行抵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认为，瑞典学院颁奖的行为等于甲凶手共谋，对人类进行迫害。土耳其、波斯尼亚等7个国家代表嘛，因此拢无参加典礼。记者陈世彤报道。 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到美联社的专访，伊表示讲，若准中国对香港武力镇压，会造成难民潮，台湾会甲国际社会合作，会有相关的措施来协助。另外，中国国台办举行26条措施记者会，批评民进党政府用修法伫咧制造历史恐怖。咱的陆委会也当然无咧落力，也甲因随应登去啊。 外交部长吴钊燮七十接受美联社的专访，讲到香港问题，表示台湾政府无意介入香港内部的事务，啊，毋过万倍将来中国政府对香港采取武力镇压，造成广大难民潮，台湾会采取适当的应变措施。Certainly, I don't hope that it becomes true, but if there's something like that, Taiwan is going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eal with that situation together. 吴钊燮嘛强调，讲目前台美的关系是真好，蔡政府若是继续执政，会维持同款的状况，配合中国有武力侵犯的借口。伊讲台湾得到美国两党的支持，所以袂去烦恼讲台湾去互美国当作贸易谈判的牌。 If President Tsai is re-elected, we'll continue to maintain our current posture, that we will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Chinese have no excuse in launching a war against Taiwan. 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台办在伊举办26条措施政策解读专题记者会，批评民进党政府透过反渗透法，伫咧台湾的社会造成历史恐怖的感觉。 实际上已经造成台湾民众，特别是台商、台生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已经在台湾社会造成了绿色恐怖。中共国台办这种惯性的说法是自欺欺人、不值一驳的说法。台湾是处在境外势力敌对威胁的最前线，有必要参考国际实践的例子，采取必要的民主防卫的作为，以维护国家主权跟自由。 的宪政体制。陆委会发言人邱水正表示，政府立场其实无反对中国对台商的优惠措施，甲反渗透法完全无关系。因所规范是受中国政治现金来做选，或者是传播假消息的行为，甲台商无关系。总统立委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晚近，台湾、美国、香港甲中国的局势是互相牵连，嘛变做大家关心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才是示威民众要爱的5大诉求，其中就一项就是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追究警方滥权的部分。香港政府却是一再拒绝，坚持由监警会来进行调查，之前邀请国际专家来。不过，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这个国际专家小组已经决定要辞掉职务啊，甚至有的成员透过推特发表声明，强调监警会只是做放看，根本就无调查的权利。 7月2日，香港元朗西铁站发生穿白衫的恶道人士无差别攻击香港市民，背后若像香港警察同意。8月31日来发生闹火的暴力冲突，港铁太子站真侪镇暴警察甲数量小队冲入去地铁车厢内底约示威者，过程当中警方无差别的攻击，伤到无辜的市民。
真侪件仔就是香港警察伤人，而且佮起用指控性侵、杀人等等的案件，需要调查真相。香港示威的民众真侪届话讲要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来追究警察暴力。啊，毋过香港政府却坚持用即卖制度监警会来调查，真正佮请5个国际专家来协助调查。啊，毋过国际媒体《华尔街日报》指出，国际专家小组已经决定要请示。报道当中指出，有成员透过推特发表声明，强调讲监警会无充分的调查权，而且有结果性的限制。國際專家小組嘅成個專家小組咧就決定咧係跳船嘅，係呢個咧係一個好明顯咧係即係刮咗林鄭一巴，亦都咧係對即將要出嘅一個中期報告咧係投咗好明顯係投咗一個不信任票嘅。保持呢個緊密嘅即係接觸，因為最主要階段性咧，第一個階段性咧，佢哋嘅工作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告一段落嘅。咁我哋即係喺佢哋提交嘅意見方面咧，我哋喺個中期報告會反映翻。另外，反送中運動發生到今以來，有真濟老師帶學生參加示威活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要求香港教育局來面對教師起哄抓起來狀況。到目前為止，有106件案件等待調查，而且其中有30件已經確定。教師專業操守嘅情況咧，而最後作出一啲嘅決定。包括咗一啲適當嘅懲處啦，可能係一啲警告啦、譴責啦，最嚴重嘅我哋可能係會取消教師嘅註冊啦。啊，若是下晡香港嘅網友繼續發起含日浪絕活動，喺銅鑼灣、關渡等等嘅所在進行快閃嘅行動，超過100個人參加，現場真和平，無發生什麼衝突。記者綜合報道。民進黨副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在今仔日去到新北市輔選時陣講。農委會當日規劃會當保障農民退休生活制度，目前有2個方案，不過是也未定案。不過也有真濟農民表示支持，也若愛納偌濟保費，也希望政府講好清楚。一世人攏咧做事，農民退休了後，無親像勞工也是軍公教人員有退休金通好領。為着保障農民，農委會建議要比較勞保也是勞退薪制，讓農民納保費也是提半金額。互因退休了後的生活閣較有保障。目前2個方案要用倒一個也未定案。農委會表示，若要納保費，可能會比較國民年金，逐個月納900多塊。那我們希望老農津貼加這個退休金的金額，可以跟這個勞保有一個相當，它跟其他行業來講，應該會相對低一點，不會天價。嘉義農民對這個政策表達支持，但是也是希望政府會當具體說明，佫較無希望只是選情講講的爾爾。當然是後擺有頭領是較好啊，大生一定愛納一寡錢，一定係啊，對無？嘿，老農津貼吼，一個月7000多塊，實在是無夠開啦。真正講互農民了解，啊，唔通講選舉前講會了，選舉後佫咩哦。中華民國農會認為，推實這個政策需要配套措施，政府應該交代好清楚，唔通只是畫大餅，佇選前騙選票。這個講那個就是屁話，你好像是在講說啊，農民我都可以讓你開賓士的車子，賓士的車子當然是可以開啊，問題你要出300多萬去買啊，您農民有沒有這個錢？農委會表示，希望推實退休制度了後，加上每個月7000多塊的勞動津貼，讓農民未來逐個月當領10000左右。但是中華民國農會認為，應該清楚說明農民的保費要安怎納，愛納偌濟，愛納偌久，呼籲執政黨唔通佇選前講空話，想要來誘農民的心。記者綜合報道。陽明大學學生獎慶會佇這個月初2召開臨時會，會中也決定講要撤銷佇11月過身第4屆校友當新北的大稿。陽明大學認為講，這是第一擺由校方甲校友撤銷記稿，這也代表着台灣校方的轉型正義，也代表着校方的民主等的進步。緣投的學術相片留下感言：1985年從新北對陽明大學畢業，就此投入精神醫療30多年的時間。對病人非常好的醫師，那也常常會傾聽病人所說出來的困擾。就醫的態度，如果是張老師系統多年的志工，當新北一直是後輩學習的對象。不過，這位受人敬重的前輩，在1984年大學7年級那年，在中英實習時，和學校起一大句，差點無法度來畢業。我爸爸跟我們家人透露沒有很多，我知道的情況，完全什麼事都沒有做，就躺着就中槍那種感覺吧。
爸爸为安怎被记大过？当立委讲，一直到顶个月，爸爸爬山心脏病发作过身，个别是听到伊的朋友伫讲，才知影讲较侪。李永明学校讲，因为校友群组有人讲到这件代志，决定调看当时会议记录甲资料来了解。同学可能就是有公开的有批评的老师，说是老烟枪这样子。同学大伫宿舍公告一句话，被认为是咧骂老师，被记2大过。身为班级代表的东新北受到连坐，红记1大过。姚明这个月2号召开学生奖顶会临时会，无客观证据证明东新北叫同学对师长做不实的攻击，裁票一直通过撤销处分，恢复伊的名誉。那是家属同意会纳入校史内底。我妈是说，只要是对爸爸好，然后跟就是证明爸爸他的良善或他的正义的话，其实我们这边都不会有太大意见。对于唐医师来讲，我们就是说来撤销，希望能够我们讲说给他一个迟来的正义啦。有意见人士认为，这项万来的证据实在是伤万啊。不过，阳明大学强调，当医师在世时阵，本人甲亲戚朋友拢无主动讲到，即摆由学校方面主动撤销处分，代表校方民主进步，对伫学校甲未来的师生也是重要民主教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未来的司法诉讼会更加保障被害人的权益。立法院在7月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法让犯罪被害人伫司法诉讼庭时会当替家己出声，也有诉讼参与权甲有权调查证据，会当针对判刑的结果表达意见。民间团体也肯定新法，不过也讲还阁有进步的空间。立法院10号三读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让司法有重大改变。以往在刑事判官司的庭事，拢是以被告为主体。修法了后，犯罪被害人唔那只是证人利益，而是会使替家己讲话。亲像被害人申请得到法院审查通过，将拥有官司的参与权，对准备庭事庭就使开始参加，有权调查证据，并且对科刑表达意见。适用伫申请害、酒醉开车弄死人、人口贩卖这重大刑事案件。新法对被害人甲被告在判官司方面武器靠法都平等。他有所谓的这个卷证的获知权，就是可以阅卷。另外呢，还有可以就证据的调查表示意见，也可以就证据的证明力来表示意见。当然，最后在量刑的部分，他也可以就量刑来表示意见。为避免被害人被二度伤害，条文也订定被动权甲私密权。被害人在侦查也是审判阶段，亲友、保姆也是当成伴侣以及社工拢用陪同在场，甚至针对被告量刑表示意见。内心基金会真肯定修法保障被害人的权益，不过也点出不足的所在，包括被告应上诉，不过被害人永远处在被动这方面。希望上诉的话，他一样跟现在一样，要拜托检察官才能够提上诉。那如果是检察官不愿意的情况之下，等于是他没有机会提上诉了。这一次修法里面没有看到，也很可惜了。我们应该要通知，就是被害人或者就是代理人到场，聆听检察官有没有及他判决的意见，他可以提出来，不要按照加害人他们每一次他们提出他们的意见，然后提出来，然后被害人完全都没办法提。杨淑群对新法也持乐观态度，伊讲因为咱国司法讲究无罪推论，对被告有利，被害人在拍官司过程地位相对较低，所以修法对彰显司法正义有帮助，让被害人化被动为主动，伫拍官司过程真做实际参与者，里边转落实在相关的实务层面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公费的流感疫苗第2阶段已经开始注啊，要在这个月7月开始注咯。只要是65岁以上、6岁以下的民众拢会通注。不过，也有真侪卫生所拢发生欠货问题。卫福部也强调讲，疫苗无欠，会请卫生局赶紧送到位。第2阶段公费的流感疫苗，拄这个月7月开始注啊，因为天气较凉冷，佮加上今年头一届升级做4价流感疫苗，民众想要注的人是真侪。毋过所传出讲有地方卫生所已经无货啊，民众想要自刷注无。对这个代志，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强调讲，疫苗并无欠货，主要是地方卫生局的管控较严格，会到3天赶紧疫苗配送的速度。我想是一个地方调配的问题，可能有的地方打的比较多，有的地方打的比较少。我想透过地方卫生局的调配，应该是没有问题。
题。卫福部疾管署表示，目前是各县市的卫生局配送去卫生所，医疗医所的公费流感疫苗是一礼拜送一届，啊，不过第2阶段开始做的头一天，已经用掉81000剂，从这几年以来开始做的头一天上侪人的记录。啊，若是今年10月份入冬以来，感染流感并发重症总共有258例，其中有11人死亡，判断是热天流感延续带来的疫情。最近的疫情是较稳定。这11例当中，大部分都是发生在10月份哈，那是我们这个夏季流感今年比较延后哈尾声引起的这个重症或死亡的病例啊，所以目前流感其实整个疫情还是处于低点。疾管署提醒，6岁进前的囡仔、65岁以上的老大人是流感的高危险群，感染了后可会引起肺炎、脑炎、心肌炎等等严重的并发症，建议应该赶紧来注流感疫苗，才当伫明年1月份进入流感流行季的进程，得到充分的保护力。根据统计，目前各地卫生局也有202.7万剂疫苗会当来运用，民众唔免伤紧张。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帮助思觉失调症的朋友和社会接受，台中荣总家己分院的身心康复复健中心协助这款朋友，互因家己制作低效能，而且是家己去卖，到呾也互5位朋友重新登到社会顶头。嘉义市卫生局会甲因斗3工去做食品业者定力辅导，互民众食了有爱心，也食到真安心。画面中看到朋友真熟手在处理手头的工课，看起来亲像真简单，但是对思觉失调症的朋友来讲，这挂工课会当恢复因为疾病退化的能力，甚至会当让因学晓控制情绪，调整家己的压力。最大的差异在于这个情绪的稳定度变比较好，然后强度虽然有情绪的一个反应还是会有，但是它强度变弱了。对，然后对自我这个生活的安排，他有比较自主性的规划，这是我觉得这是个进步最大的地方。复健中心互朋友家己做低效能来卖，对扣能开始洗卵到最后卖卵，全部拢是中心的朋友来负责。上少已经有5个朋友因为安尼恢复正常的生活。从99年训练到现在呢，大概有5到6位成员是因为这个茶叶蛋而成功结案，在外面有成功就业的。当他成功卖出1颗蛋，他就会有成就感，他就会慢慢累积他的自信，慢慢知道自己其实是做得到的。帮助思觉失调症的患者重新复归社会，也让我们在发挥爱心的同时，能够吃得安心，还能够食品溯源。卫生局表示，社会要是有对精神疾病有偏见的问题，希望透过安尼方式，让民众有正确的观念，创造朋友回归社会的空间，而且卖辅导进行食品定律，确保卫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若是对实在的自头姊妹拢清清楚楚，就加一份保障。云林虎尾农会因的肉粽拢是有产销履历的，唔但健康，也食到真安心。甲饭擦甲真焦匀，灶卡内底是香公公，原来是一串包装的料。这是云林县虎尾农会上新的产品，这粒粽是真赖，因为主要的食材拢是有生产销售的认证。48亿啊！我们的米还有花生跟香菇都是用履历的，然后员工经过卫生把关，各方面的成绩都是最好的。配合那个3号，它有履历，对履历米，对。那花生是用我们这边的咯？花生一定是我们农会的，因为本身我们农会就是花生的专业。虽然这个粽是用吹，不过透过特别的功夫，吃起来口感也是甲南部粽同款，民众吃过也是学了家的特质。南部粽是用水煮的，北部是用蒸的，但是我们有特殊方式，我们自己研发到就是南粽，但是我们就是用蒸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南部粽的方式，所以吃起来就是南部粽。花生非常的绵密，然后那个。米的香气也很足，然后很 Q 弹这样子。除了食材品质有保证，工厂嘛甲设备全部换新，产品的卫生同款嘛挂保证，爱予人客安心的食好料。起码厂区是新的，我感觉这个设备都符合卫生界的管理标准哈，对消费者哈，这安全品质更有保障。虎尾农会土豆原本就真有效，即马佮加一项新的产品，农会挂保证，食了会刷嘴哥满意。记者综合报道。粪扫烧了后，拢会有恢复。若是会沉底，就会当搁再利用；若是硬杯，各关节环保局拢嘛真头疼。不过，这寡沉底恢复，若算到坑大场，业者是逐年拢起价。台中市环保局表示，除了推动粪扫减量，也希望家己甲现有而且是已经定的坑大场重新活化，才会当解决问题。
一块大型的太空包放伫个高架桥骹，这就是台中市文山活化路的小财富固化暂时放的所在。虽然这阵是税收阶段，不过这阵也未处理的这粪扫污，也是一批一批委外爱抬起来。不过委外厂商逐年拢来起价，互台中市府负担是愈来愈大，要赶紧想出解决办法。如果掩埋空间不足的，绝大部分都是送到南部的这一家民营的掩埋场去做最终处置啦。那当然，掩埋场是不可逆的，它一直使用它的空间就会越来越珍贵。那当然，你空间越少，它以未来进场的价格就会有调涨。粪扫送去烧了后，产生底铺，也有这粪扫污，除了底铺能够再利用。有毒的粪扫污必须用阿门涂甲药剂，互伊黏做规格。以台中市来讲，每一栋粪扫大约产生6趴到7趴的粪扫污。三座焚化炉一年总共生产4万多吨的粪扫污。不过，这阵三座运作中的台中市安排场，敢来使处理1/3，另外2/3必须要委外，大约是2万多吨。不过台中市偏离预算，对106年5900多万到107年变到1亿7200多万，一直增加到今年更加爱变离4亿2900多万。环保局讲，家己去安排场也是有袂少困难的所在。掩埋场目前在新建上面都会卡到环评的部分，我们大概有2/3的部分做处理，1/3的部分是自己处理啊。那我们明年也希望能够扩大我们自己的处理量的。台中市环保局讲，新起爱面临地方反对甲环境评估，会对活化即阵的16座安排场，也会改善生产制程，减少粪扫污的产生，也引进水洗搁再利用的技术，会当中央政策法令明确了后，加速解决这粪扫污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事件的左右，台语或者是倒下算、倒顶算，或者是倒顶伊，拢有人讲。大人囡仔拢嘛真介意。伫金门的金湖国中，有老师设计一组勇闯空污防治防晒岛的倒下算，互学生了解空气污染的知识，也熟悉家己的故乡文化。把倒下算的题目念出来，囡仔兄、囡仔姐轮流做裁判，算游戏。详细甲看，有人代表在地的生物，后也有水獭，因已经行要到金门的金城镇啊。过无偌久，就有人抽到爱唱歌的题目，大家是算甲欢喜甲。从中学到了一些关于风师爷的知识，还学到了关于空气污染的知识，然后还让我知道。我们要携手合作，我们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行伫金门的重要景点，这座倒下算有影趣味。这全是金湖国小老师以空气污染为主题，设计来互囡仔认识环境知识的技师。听说读写唱都有哦，所以是全方面的。然后希望在这全方面当中，他不但能够把空污的知识学得很好，他也愿意把这一个观念带回家，甚至成为他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甲金门的地图、风俗业文化等等的特色结合在课程内面，囡仔是哪医哪算，也了解故乡流传真久的文化，有影1减2个，忘啦减4课。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有一群少年人结合在地渔业，推动食鱼教育，带游客用无同款的角度，把渔村的文化找到回来。在今仔日暗时10点，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咱也做伙来看。2016年，中山大学海工系毕业的吴文启，因为想要让大家了解海洋环境有偌重要，所以登去到故乡七星潭成立回游吧，和其他有共同信念的少年人同齐推动食鱼教育。因为鱼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接近海洋的媒介。可是我们其实，在吃鱼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在意好不好吃这件事情。可是其实鱼它其实你可以透过它外形的观察，然后它的一些特征，它其实是可以去跟海洋环境或是这个地方的水深度，或是它喜欢居住的地方，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些连接。回游吧设计体验活动，带民众熟悉七星潭，嘛结合花莲在地产业，沿仔站了解当钓时的鱼，嘛教人安怎料理、安怎食。因为以前就是掠沿仔鱼，所以叫做沿仔站。对，啊，所以人也讲要了解讲几头岛是安怎掠来，还是讲迄鱼啊是为倒来咱花莲食，大部分拢是为沿仔站掠来。
透过和政府机构、民间单位等等合作，会要把打出7,000潭，向民众传播海洋甲渔业知识，伊嘛和其他的地方创新组织互相交流。大家会发现，我们其实是跟在地的渔民的关系，它其实是从尊重的这一块开始，怎么去做活动的导入，所以不是那么样的商业模式。一个在西部做养殖，然后他们在东部做定制渔网。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未来互相有什么样串联平台的一个机会？看涨退潮嘛，因为要是涨潮收潮。会要把一直透过实际经验连接传统产业、旅游甲服务，希望未来地方经营甲自然生态拢会当久久长长。记者吴定武、柯宏耀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4度到24度，中部地区对13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1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日本去看花，也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在今日时间，咱再会。